香港人有一個好特別嘅特點，就係大家都鍾意跟風時下當紅嘅潮流。一樣嘢興起，就有好多香港人瘋狂去排隊試，成為城中熱話。而有部分曾經興過嘅流行文化習慣，當時大家都覺得好型好正。但當熱潮過後，我哋個大腦冷靜返落嚟嗰陣，就會不其然覺得一種老尷揩揩地嘅感覺。今集我哋就一齊嚟回顧過去香港曾經興過嘅戇鳩熱潮。你依家收睇嘅係一個人 TV， 一個用廣東話介紹真實嘅中國歷史文化嘅 channel。如果你鍾意睇我哋嘅內容，又想支持一下我哋，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啦。手打檸檬茶名列戇鳩潮流第一位嘅就係幾年前紅爆全港嘅手打檸檬茶。講起檸檬茶，原本喺香港只係一杯非常普通嘅飲品，喺茶餐廳加3蚊就可以飲到。但近年突然成為咗全香港最受歡迎嘅手搖飲品，唔少香港人為咗一杯售價高達30幾蚊嘅手打檸檬茶，更不惜排隊成粒幾鐘。手打檸檬茶有唔少品牌其實係源自於中國，之後進軍香港，主打新鮮香水檸檬，現場用木錘將檸檬剝碎，再加入茶底沖調，成個過程充滿視覺效果，成功吸引咗大量嘅年輕人打卡。不過手打檸檬喺部分店鋪可能只係一種做樣嘅表演環節。所謂使用天然嘅香水檸檬，背後就被揭發部分手打檸檬茶店為咗追求穩定嘅風味，就會使用預先調配好嘅茶基底，呢啲基底往往添加咗食用香精、乳化劑等等，以確保每杯都有濃郁檸檬茶嘅香味同埋口感。即係你俾咗貴幾倍嘅價錢，諗住可以飲一杯純天然嘅健康檸檬茶，但係結果都係飲緊化學元素表。我以前曾經都戇鳩飲過一次，佢聲稱係天然嘅香味，我就覺得有啲似化學味道。老實講唔算特別好飲，真係唔值得30幾蚊一杯。其實我真係寧願飲返茶餐廳加3蚊嘅凍檸茶好過。而最近手打檸檬茶嘅熱潮明顯已經減卻咗，街上都冇再有人排隊買嚟飲啦。裝裝包，第二樣我覺得有啲戇鳩嘅潮流，就係呢個食完會搞到成身污糟晒嘅裝裝包。佢係2017年前後由韓國同埋中國烘焙潮流帶起嘅網紅食品，之後迅速傳入香港、台灣，一度成為咖啡店、麵包店嘅人氣產品。所謂裝裝包，其實係一個外層沾滿可可粉嘅酥皮麵包，食嘅時候粉末好容易沾滿嘴巴、手指同埋衣服，形成咗一種越狼狽越值得影相嘅特色。不過呢種特色我就真係唔識得欣賞啦。當年有唔少人食裝裝包，個重點唔一定係個味道，而係個打卡效果。喺社交平台上就大量出現食到成面朱古力嘅照片，令裝裝包一度成為年輕人追捧嘅潮流食品。部分店鋪甚至出現排長龍購買嘅情況。當年一個裝裝包賣緊差唔多20蚊一個，值唔值得就見仁見智啦。裝裝包嘅熱潮來得快亦去得快，咁裝裝包實際上只係一個普通嘅酥皮麵包，加上可可粉同埋啲朱古力醬，其實個味道真係未必有想象中咁特別。而且裝裝包就如同佢個名一樣，好易搞到四周圍同埋自己都污糟晒。呢個根本就唔係優點，係一個缺點嚟。好地地食個包，有邊個想搞到咁瀨氣？再加上有大量店鋪跟風推出類似嘅產品，成個市場好快就飽和，消費者新鮮感減退，裝裝包亦逐漸消失喺大眾嘅視線之中。簡單嚟講，即係一個普通嘅朱古力包賣到貴一貴，然後啲人食到成身都污糟晒，仲覺得好正，周圍打卡。呢種集體反智嘅行為唔係戇鳩咁係乜嘢呢？ NFT 喺2021年NFT 可以話係全球最瘋狂嘅投資熱潮，香港亦唔例外。而當中一定唔可以唔提嘅就係無聊猿。喺2021年一系列造型嘅卡通猿猴圖片竟然被炒到價值幾十萬甚至幾百萬港元一張。當時有唔少嘅荷里活明星、歌手同埋企業都爭相購買，擁有一隻無聊猿彷彿成為咗身份象徵。有人相信NFT 唔單止係一張圖片，而係一張會員證，可以參加專屬嘅活動，獲得限定商品，甚至享有特定社群嘅身份。然後就有唔少嘅藝人、KOL、品牌，甚至係 YouTube channel 都推出咗自己嘅 NFT 項目，希望可以喺呢個熱潮中分一杯羹。而當中就有某個有超過50萬人訂閱嘅頻道，強調佢哋賣嘅 NFT 冇年齡限制，而佢哋嘅觀眾有好多都係年輕人同埋學生，就令人覺得佢哋有氹年輕人俾錢買嘅嫌疑。結果就被網民聲討，引發起公關災難，最後搞到要道歉退錢。
但係仍然唔能夠平息大家心中嘅怒火。喺嗰段時間，香港周圍都有人講 NFT， 仲有唔少嘅展覽講座同投資分享會。只要一個項目夠多人追捧，個價格就可以短時間內升幾倍甚至係幾十倍。不過呢個 NFT 熱潮升得快亦退得快，隨住加密貨幣市場下跌，唔少 NFT 嘅價值亦大幅縮水，有啲項目甚至變得幾乎冇人交易。原本被吹捧為未來數碼資產嘅 NFT 亦慢慢淡出大眾嘅視線。當時受人追捧嘅無聊猿曾經一度炒上145粒 ETH， 而家嘅價值就得返9粒 ETH， 個跌幅超過90%。睇返轉頭 ，NFT 本身其實只係一種區塊鏈嘅技術，可以證明數碼資產嘅擁有權並唔等於係冇價值嘅嘢。戇鳩嘅唔係 NFT， 而係咩都炒一餐貪婪嘅人類。3D 眼鏡2009年電影《阿凡達》上映，當年由於電影採用 3D 技術，全球掀起咗 3D 電影嘅熱潮。香港戲院亦大量增加咗 3D 放映嘅場次。嗰陣時睇戲就一定要戴 3D 眼鏡，成為咗一種新科技體驗。好多荷里活大片為咗趕上呢股 3D 立體熱潮，都紛紛推出咗 3D 嘅版本。從此以後，觀眾入戲院睇戲就要戴多一副 3D 眼鏡，俾貴啲張飛睇嗰個 3D 版本嘅電影。我自己個人就真係唔太中意戴 3D 眼鏡，因為本身我就有戴開眼鏡，要額外再戴一副眼鏡真係好唔舒服。然後戴完成個畫面其實會暗咗，感覺上睇落去冇咁清。另外啊，市面上有好多所謂嘅 3D 電影都係巧立名目，嗰啲立體效果都係後期先補翻上去，個效果係非常之普通。成套戲最立體嘅竟然係啲字幕，根本係當我哋啲觀眾水魚咁湯，仲要係睇到我頭暈暈。本身睇電影係一種享受，但係依家戴住副 3D 眼鏡就變成咗做一種折磨。當時真正稱得上係合格嘅 3D 立體電影，大概只有係09年嘅《阿凡達》同埋08年嘅《地心歷險記 3D》。呢兩套當年真係好震撼，你會覺得自己真係身處其中，畫面入邊嘅石頭真係會飛出嚟打中你一樣。可惜唔知係咪 3D 拍攝技術係好使錢，之後都好少見到呢種真正嘅立體電影，剩低嘅全部都係得個字幕係 3D。所以就算係當年如果有得揀，我睇戲都會盡量揀翻 2D 版本嚟睇，隻眼舒服啲，仲要平一截。咁可能大家都覺得 3D 電影冇想象中咁 3D 咁好睇，所以啊，佢嘅熱潮2013年開始就慢慢減退。入戲院睇戲終於唔使戴嗰副死人嘅 3D 眼鏡。好慶幸 3D 眼鏡呢股歪風可以得以糾正，電影業可以重回正軌。3D 電視，如果大家仲記得喺2010年代初乘住 3D 電影嘅熱潮，當時幾乎所有大型電視品牌，好似係 Samsung、Sony、LG 都大力推出 3D 電視。佢哋啲廣告不停咁強調唔使出街都可以享受戲院級嘅 3D 體驗。當時唔少人都相信 3D 將會成為下一代電視嘅標準配備，就好似係黑白電視進化到彩色電視一樣。不過要享受所謂嘅 3D 效果，觀眾就必須戴上專用嘅 3D 眼鏡，有啲採用主動式快門眼鏡，唔單止價錢比較貴，仲要充電，而其他嘅問題亦陸續浮現。首先啊，3D 節目同埋電影嘅片源非常之有限，大部分嘅時間都只能睇普通嘅 2D 內容。其次，長時間戴住眼鏡睇電視，有好多人都覺得隻眼好攰、頭暈又唔方便。一家人睇電視本來應該係一件輕鬆嘅事情，但係結果就變成人人都要揾翻自己副 3D 眼鏡，非常之唔方便。部分電影雖然推出咗 3D 嘅版本，但係佢嘅立體效果並唔突出，觀眾開始覺得花多咗錢，但係未必有更好嘅觀賞體驗。而隨住 4K HDR、OLED 嘅技術成熟，市場嘅焦點就逐漸轉向提升畫質，而唔係所謂嘅立體效果。大約2016年至2017年開始，各大嘅品牌陸續停產 3D 電視，呢股曾經被視為未來嘅潮流，最終亦正式落幕。觀眾最想要嘅嘢其實好簡單，就只係個畫面更清更靚，同埋有 Netflix 就足夠㗎啦。Facebook 遊戲，有冇發覺唔知幾時開始冇人再喺 Facebook 玩遊戲？當年大家都好沉迷各種 Facebook 遊戲，有人經營餐廳，有人半夜起身偷人啲菜，遊戲亦不停鼓勵玩家邀請朋友，結果搞到 Facebook 成日都彈出通知，某某某邀請你玩乜乜乜，送你一份禮物，幫我照顧農場。去到後期，有唔少人開始覺得煩厭， Facebook 嘅版面幾乎被遊戲通知洗版，甚至係有人因為受唔住不停受到邀請而刪除相關嘅遊戲或者封鎖通知。
而隨住智能手提電話嘅進化，電話玩到嘅遊戲質素越嚟越高，Facebook 嘅遊戲就開始被比下去。而去到現在 ，Facebook 遊戲已經係絕跡咁滯，彷彿好似從來冇存在過一樣。不過依家 Facebook 終於唔使再被無止境嘅遊戲邀請信息污染，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搶鹽潮，嚴格嚟講，呢單搶鹽事件唔算係一種潮流，佢係香港人喺恐慌之下做出嘅集體戇鳩行為。喺2011年3月，日本發生福島核事故，引發咗全球嘅關注。當時香港亦出現一場令人印象深刻嘅搶鹽潮。事故發生後，網上開始流傳，聲稱食鹽可以幫助抵抗輻射。有人擔心日本附近嘅海域受污染，令未來食鹽供應受到影響。消息短時間內迅速傳播，令香港多間超市、街市出現市民搶鹽嘅情況。當時嘅人一買就買幾包，甚至成箱咁購入，令部分地方一度出現缺貨。有啲人甚至轉買其他種類嘅鹽，認為有鹽傍身就會比較安心。但係其實正常人都知道食鹽係唔能夠防止輻射。咁專家亦指出，普通食鹽同預防核輻射係冇直接嘅關係。而香港嘅主要食鹽供應亦唔會因為日本嘅事故而立即中斷。隨住事件冷卻，大家慢慢發現，當初囤積嘅大量食鹽根本就用唔完。咁呢場搶鹽潮亦成為咗香港近年其中一次最典型嘅集體恐慌事件。當人面對未知嘅危機，往往會希望揾到一樣簡單嘅方法去增加安全感。即使方法未必有效，但係只要好多人相信，就可以形成一股巨大嘅跟風潮。有好多人只係盲目跟風，停止咗理智思考，集體做出極度戇鳩嘅行為。以上就係我認為7種香港曾經出現過最戇鳩嘅潮流。如果你仲諗起其他嘅戇鳩行為，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啦。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民眾心理等嘅影片，請唔好吝嗇你嘅手指或者 mouse， 幫我哋 like 同 share。當然仲有 subscribe 嘅頻道，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